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，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，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感冒病毒大冒险。一个超大喷嚏把小轩从床上震醒，他揉了揉鼻子，感觉鼻子里好像塞了2颗乒乓球，呼吸都要用嘴巴帮忙。咦，我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小轩摸了摸额头，有点烫烫的，像刚从微波炉里拿出来的包子。妈妈，我好像变成喷嚏怪了！小轩大喊。妈妈走进来，摸了摸他的额头，笑着说：哎呀，小轩，你不是喷嚏怪，你是感冒啦。感冒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有怪兽跑进我的身体了？小轩眼睛瞪得圆圆的，像2颗弹珠。哈，不是怪兽，是感冒病毒啦。他们可是超级调皮的小坏蛋哦。妈妈眨眨眼，准备讲一个超好笑的故事给小轩听。在一个超级微小的世界里，住着一群超级调皮的感冒病毒，他们的头头叫病毒大王，长得像一颗长满刺的毛球，还戴着一顶小小的皇冠，虽然看起来像垃圾桶盖。有一天，病毒大王召集所有小病毒开会。兄弟们，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小轩，我们要让他打喷嚏、流鼻涕，变成喷嚏怪。可是大王，小轩会不会发现我们啊？一个小病毒举手问。哈哈哈，他怎么可能发现我们？我们可是隐形的小坏蛋，只要他用手摸鼻子、揉眼睛，我们就能溜进去开派对啦！病毒大王得意地扭了扭他的刺。小轩在学校玩得正开心，突然打了个喷嚏。啊！这一喷，病毒们就像坐了云霄飞车，飞到了空中。哇，好机会！病毒大王大喊：快，趁现在！小轩用手擦了擦鼻子，然后又揉了揉眼睛。这时，病毒们像特工一样，顺着他的手溜进了小轩的身体。耶！我们成功了！病毒们欢呼着，开始在小轩的鼻子和喉咙里开派对。他们唱歌、跳舞，还把鼻涕当成滑水道玩，弄得小轩的鼻子塞得像堵住的吸管。小轩的身体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，他的身体里有一支超级厉害的军队，叫做免疫系统。这支军队的队长是白血球将军，他穿着闪闪发光的盔甲，手里拿着一把超大的抗体剑。报告将军，病毒们正在小轩的鼻子里开派对。一个士兵慌张地跑来报告：什么？竟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！全军出击！白血球将军一声令下，士兵们冲向小轩的鼻子和喉咙，开始和病毒们展开一场大战。
病毒大王一边跳舞一边喊：哈哈哈！你们打不过我们的，我们可是无敌的！白血球将军冷笑一声：哼，看我的抗体剑！他一剑挥过去，把几个病毒打得飞出老远。小轩感觉越来越不舒服，鼻子像被塞了2颗大西瓜，喉咙也像被火烧一样。他跑去问妈妈：妈妈，我该怎么办？病毒们在我的身体里开派对，吵得我头好痛啊！妈妈笑着说：别担心，小轩，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们。妈妈教小轩几招反击大法：1. 多喝水，把病毒们冲进马桶大海； 2. 多休息，让身体的军队变得更强壮； 3. 勤洗手，把病毒们从手上赶走，不让他们再溜进来； 4. 戴口罩，把病毒们挡在外面，不让他们靠近。小轩立刻跑去洗手，用肥皂搓出超多泡泡，还唱起了洗手歌：搓搓搓，泡泡多，病毒们快滚蛋！然后他戴上了妈妈给他的可爱口罩，上面还印着一只超可爱的美乐蒂。经过几天的战斗，病毒们终于撑不住了。他们被白血球将军的抗体剑打得东倒西歪，还被小轩的喝水大法冲得七零八落。病毒大王哭着喊：兄弟们，快逃啊！这里太可怕了！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白血球将军一剑把病毒大王打飞，他像一颗流星一样飞出了小轩的身体，消失在空气中。小轩终于恢复了健康，他感觉自己像超人一样厉害。他决定把这次的病毒大冒险告诉同学们，还教大家怎么预防感冒。1. 洗手要认真，搓泡泡至少20秒，把病毒们赶跑。2. 打喷嚏要遮住，用纸巾或手肘，别让病毒飞来飞去。3. 多喝水，多休息，让身体的军队变得更强大。4. 戴口罩，把病毒们挡在外面，不让他们靠近。从此以后，小轩成了班上的健康小英雄，大家都叫他抗病毒小轩。他还设计了一款超酷的口罩，上面印着各种卡通图案，同学们都抢着戴呢。感冒病毒虽然很调皮，但只要我们做好预防，它们就没办法让我们生病啦。记住，勤洗手，多喝水，多休息，还要戴上口罩，让病毒们无处可逃。这样，我们就能像小轩一样，成为健康小英雄啦！记得遮住哦，还有口罩戴好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